理人呢，就是理人呢，应该做同事的解释。人讲理人爱住伫有德行的所在，伊个有当时啊，伫都市，要细厝都无当细啊，敢拄拄问讲，恁住伫遮附近，敢逐个拢有认真道理，这有可能。所以这个理爱做同事来看。当然，积极做的地方嘛是有啊，伊嘛有积极做的地方，但基础的地方有处置，有处的意思。基础的地方有这个处的意思，所以理的意思就是住处，理的意思就是住处，理人的意思也就是这个人如何处在人的境界。理人就是这个人，你安怎将咱的心，甲伊安排在迄个人的这个境地，处世处人。尤其是住处，拢要有住处之道。尤其是咱做一个人，尤其得道了后，就道了后，咱来想讲咱这个心，你到底是啥？所以咱前天这拢甲咱讲，咱来时时刻刻，修咱的人关条，特别无白想，无白想，心若无白想。心若乱，心若乱，性就乱，这一定道理。所以拢要有住处之道，就是木棉随时要把修养、精神放在人的境地。所以孔子咧讲这理人，就是咱这个人时时刻刻要把这个修养的精神放在这个人的境地。所以理人。象征啊，学问的中心，理人，伊是证明了这个学问的中心。咱今仔日要有学问，要有道德，这个人要安怎来下？在如何住处，也是人一生努力的目标。咱做人要安怎住处？也是咱人生努力的目标。我迄时阵是阮遐生存倒来的时阵，我来讲人生的理想。咱的理想到这个年龄啊，爬伫到底，咱爱去找着咱的理想地。咱若无找着咱的理想地，咱就飘前。来也好途，去也好途。后一阵呢，要归空，人钱啊甲咱斗。咱来了解，用早找着咱的理想的所在，唔通叫北长所以咱要如何做错，也是人一生努力的目标，最终的归处，难免的做出咱人生努力的目标，最终的归处，就是如老子伫福明中讲。伊就伫经16章的福明中讲，第一节修正道，万物运作，我以观其福，有物分分，各自归根，归根正法福明，福明法常，理想法明，不理想无作用，理想用乃光，光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乃久，有心不怠，就是天来讲，即种福明中讲了，有够坦白啊，讲了无爱好，咱人来第一节，满大项代志拢看作重。第一节的经营要创会，咱来修正道，修正修老实。正较老实，一定来做出来。万物运作，万物就是拢爱互咱正，互咱动。政治嘛是爱正，无正会出个问题。所以万物一定爱正，爱实，正道，爱万物运作。
伊拢会达到归根复明的这个境地。五蕴分分，各归其根，这个万物才能有这当拢的归根，大家拢会归根咯。那么归根呢，爱静待归根为静。那么静的静行就是要复明啊，无静袂复明，要复明无静袂当复明。所以复明越常，复明这个静行，就是一般的常理啊，正常的代志，无特别有意外功夫。理想复明啊，你要当进入去想，你先爱了解，爱了解。无了解呢？你无当进入上的境界，不知上无作用，上的真理，你若无了解，你就无未来无作用无未生。知上乃用啊，要知上，你要去用了天人行的这个理，用乃功夫，用功夫心就走出来。功乃用，你若真正功。王道的心啊，王就走出来。哦，王乃天，王就是天啊，天就是道，天乃道，道乃救啊，道就是救，道相救啊。不心不达，这个心无起来，可是道也落去。自心，自心是体，处人之间是。上下用，自心就是体，咱这个体若无去，咱就无法度通去做出来。哦，处人之间是上下用，咱爱了解体，无了解体，你上下用就做袂出来。哦，所以阮厝伫倒来，咱爱知咱后一边要倒转。你若毋知咱要伫倒来，咱是伫倒来，你无目标啊，能证明这一点道理。所以处人之间是上下用，哦，伫这宇宙间，伫这社会，甲人伫相处，就是咱这个相，哦，你安怎呢？怎么讲？啊，你这用，你安怎用个正确？相就是真诶，人诶行为，相就是咱每一个人机会，咱诶行为，啊。咱得到了，哦，知影咱的行为要安怎做，用就是发挥了作用，用就是啥，有知影上了后，咱来发挥咱的作用。所谓自处就是自力，所谓自处就是自力家己爱调好，所以空性应该讲，记力教导自己。自处就是自力，就是记力啊。所谓处人就是日子啊，处人才啊，记力才活动日子，记若无力，搞动日子无法度。自处处人就是人的体用，家己无法当自处，也阁无法度处人，这是人的体来用啊。第四种就从工理人，工的人体来用，空性就是这种内面的，哦，工作者，咱的钱，空出专心的讲的，就是讲第一个钱必得的拢讲。所以万物主呢，问孔子两件，也是讲。孔子讲你用气无，甲讲体，讲体人主就是知影，所以伊就搁甲人主就当做这用，哦，所以就咱进入之中，咱尽量对孔子内面的真正，哦，理解这个标，所以咱这本论语啊。读了，要有拄着来看咧，咱就知影孔圣人，伊一世人是咧讲啥话，咱就知影伊的目标是对是啥。啊，咱若有会当无去无定，
咱后日对着意见，咱咱登记有影就对中国了，吼，咱今仔就讲到这，不足的所在，讲今仔这个意见，咱就话最后这个来先来讲，谢谢。感谢政府慈悲田道之功、坤道之功，咱一起第八向基佬女行三公里田道之功、在之功、三之功，感谢领悟慈悲之功，感谢讲师慈悲之功，坤道一之功、在之功、三之功，感谢领悟慈悲之功，感谢讲师慈悲之功。一起持驾向基佬女行3公里田道之功，在之功、三之功，持驾田仑之功，持驾苏田仑之功，持驾归田仑之功，坤道之功，在之功、三之功，持驾田仑之功，持驾苏田仑之功，持驾归田仑之功。One, come on. Yes.